关心往年公费流感预防车拢是为10月初开始做，今年延伸到新历11月15，会当讲是这几年上快换，嘛引起到头一批9月10万人的自费流感预防车，互人烧钱注了了。疾管署特别提醒民众讲免伤过着急，因为11月初了后，自费的流感预防车还佫有36万人，另外公费的部分有608万人，新历11月15就会当分批做，按照这个时间来做，保护力都有够。网络有人讲自费的预防车可能比公费较好，惊囡仔注无，疾管署讲拢免烦恼。家己去病院开钱做疫苗，就是惊会得流感，因为今年公费的疫苗要等到11月15，创下史上上万的纪录。嘛，互真侪民众拢烦恼讲，流感的疫情会提早出现。自费的疫苗23号先开始做，已经有真侪人抢着要做啊。疫苗就赶快来，对，不然没得打。去年就蛮缺，所以今年赶快打这样。着民众烦恼会做袂到，根据疾管署的统计，自费的流感疫苗头一批有10万人，为11月开始一直到年底进前，阁有36万人提供予民众去做。疾管署叫民众免着急，不过就惊流感疫情会新来，这阵啊伫网络顶的嘛引起话题。公费疫苗跟自费疫苗的品质都是透过一样的把关程序那也没有说效果谁强谁弱的一个状况。其实中国大陆的流感疫苗都是自产自制的它并没有从国外进口的这个疫苗那所以目前这样的传言，我想应该是误传我们都会有控流跟这个提供，所以特别不用担心这个部分。疾管署讲，公费4价疫苗会分作3批来做，第一批11月15开放予学生甲医术人员去做，12月初8予65岁以上的老大人甲也未读国校的囡仔做，明年1月开放予有新的妈妈甲重大伤病患者等等其他的人，拢总有608万人的疫苗免惊做袂到。疾管署目前监测门诊及针对流感就诊的人数，虽然说5礼拜拢是减少的，寒天的流感流行期预估会伫明年的春节过了后，民众按照预定的时间去做就会用的。记者综合报道。